今次你可以代表到香港出戰全國賽，對你嚟講有冇咩特別嘅意義啊？其實幾開心嘅，咁啱啱我入咗隊1年左右啦，咁呢年都好認真咁去訓練。呢個全國賽對我嚟講，意義就係有一個舞台俾我可以去發揮自己呢一年即係得到嘅成果咯。當知道要代表出賽嘅時候，第一個感受係乜嘢？首先第一肯定係好興奮先啦，教練對我技術嘅肯定啦，可以俾個機會我代表香港去打呢個全國賽。但係另一方面都有少少緊張嘅，因為始終全國賽有好多唔同省嘅高手啦，即係就算攞世界冠軍都冇全國賽呢個含金量咁高，因為唔同省份嘅高手即係喺中國都係非常之強大，佢哋全部都可能攞過世界冠軍或者奧運冠軍。咁今次對我嚟講，呢個全國賽挑戰其實都幾大嘅。喺鏡頭面前向所有參加彈特奧運會嘅運動員講啲打氣嘅説話。希望你哋今次即係我哋可以一齊加油啦，就算有冇成績或者攞冠軍都好，希望大家可以全力以赴，勝不驕，敗不餒。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我哋殘特奧運會嘅運動員，一齊加油。